本节目开播3年以来，第一百用到优格哦，先加分了吧？他吃的口水是4线口水，东西也猛冲，他是做菜的老师哎，是不是站错位置了？要站在他们，不敢。你都有吃过黄金果吗？黄金果有吃过吗？不是生那个，不是。他们家只有一堆黄金啦，而且还有做马该会切到3角金啊。我觉得它是胜利的那个 Victory 你们放永和春安豆呢？待会你们可以去看怎么分哈。我们不用分，我们用抢。我们会去打架。覺得自己做的怎麼樣？即100分，也係120分，也係200分。200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百強。今日呢，當歡喜有來到日嘅素材，送俾你沒有來過兩位，按到日嘅石橋梨膏福興宮，呢道邊呢有青島嘅料理牛，然後必強發講，做媽媽就可以嘅。我做媽媽見面摸hand哦，見面摸來嘅係嘅好朋友哦。好，唔過呢，今日馬上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陳玉鳳、阿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大家都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哥，你好。好，稍後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我鳳翠參賽者係阿姨劉車的，向下來參加比賽，分享到小蘭子、玉髮子分享。來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都有分享到咱水吼，記得吼係來自陸族嘅兩公婆吼，分享入家養老抗肥豬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。分享來講啊，公滅熟嚟乾爹乾媽，這家係咩嗬？哦，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一下，來自評審兩位姐姐哦，請教一下到評審有推薦乜嘅好教、好食、好料嘅問題係點麼？評審嘅董事嗰邊有一隻蛋堡不老生技村。哦，幾特別係嘛？喺下疫情期間。很想去出國，做唔得出國，很做得叫佢嗰邊料，佢當初一隻細型的日本，很不錯誒。咱們做得做，必須懂家。哇，現在台日友好，冇辦法開發，就做得起到幾道嘢嘅老料。哎呦，我哋評審有一下素材誒。哎呀，當上去出國咧嗬。啊，呢度陸族嗬有埋嘅河搞嘅素材冇加入過。有個59桶3步道。其實它高度唔可以高，他們200公上。不是369桶，不是59桶。對，那就他們是排油9桶。哦，啊，有好幾個步道，有環山步道、知性步道啦、六湖步道啦。哦，啊，其實走起來都是很輕鬆愉快的。最重要，他們還有一個觀景台，看到沒有180度的景觀，從淡水吼看到嘅永安嘅五角。哦，做啲看到安然啦，哦，所以塘溪咧有幾兩公婆吼，當食皮雞片啦，感情凍好哦。係啊，正經係安尼，故說加少幾多呀2位素材呢，都係啊嘅太陽設置，老娘嘅男朋友、女朋友不看你叫下去老料嘅好素材。不過三號人呢，馬上就來進行踢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要到位呢，國家拿出自家嘅本店、自家嘅秘密武器來，變出屋卡嘅大菜嘅。先來看一下風水，呀嘅係乜嘅咧？優格。馬啥做誒？自家做誒，秀蘭姐姐做的哦。是的。哇，哎呀，這對身體都好誒。真好，對。而且啊，優格的特色就是說，特產你做出來都有自家嘅味道，因為它的發酵過程不一樣。嘿，對，咁唔過今日哪一個優格來做乜嘅料理咧？誒，乾絲涼葵菜。哦，乾絲涼葵拌菜係嘛？錯。哦，故說係做冷盤嗎？嘿，冷盤。很厲害，而且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。乜嘅？本節目開播3年以來，第一百用到優格哦。誒，冇看過嗰邊安樣帶來嘅。對，先加分了吧？
好重哎最加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有信心吗？有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过咱嘴吼，咪唔袂输哦，因为上摆咪当厉害咧，不过礼拜很好厉害，带来了嘛个边咩武器。哦，卤猪肉，迄暗暝嘅私房菜。哇，很厉害哦！一隻真簡單，只用蒜頭，啊個調油、米酒，啊落豬肉愛搭啊，都按住冰了2米3米的吼入味以後，那剪啊，輕鬆要做剪好一個鍋嘅啊，那炒飯清好食，哎。我同講哦，最厲害還係這個烤肉醬汁啊！今年雖然冇看到，因為係千分入味咧。對。好，等下就會拿來做乜嘅料理咧？我家烤肉飯。哇！拿副牌配用飯哦。我看。好，非常期待哈。真的，而且T班呢都節目當中來是配用杜後亮哈。現在錄影的時候快要都半夜班呢，很應景哦。好，台七嘎，哎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安排上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來，請開始。優格很棒，他還自己做的，真的要先加分了吧？真的，一邊是乾媽，一邊是優格。對啊，好難為情哦。好 ，OK。為什麼剛才玉華姐叫我們的秀蘭姐是老師？老師是營養老師嗎？一邊做出來懂哦，有都會搞你做菜嗎？對，知道。做菜嘅，他是做菜的老師哎，是不是站錯位置了？要站在他們？不敢。走的。開始走了哈。又一個貴婦了，怎麼了？出來嘞。哦，今天還好，專心豆腐卡吐聲音。沒有，我已經確認啦，桃園地區非常多貴婦哦。跪在地上，對，拖地的。哎呦，走浪攀該係乜嘅菜啊？這個就是龍葵。哦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哎，我以為是熊眼寡西案呢，怎麼長得很像切臉插哎？係當中式嘅插。應該做乜嘅要燙一下？上嘅，燙一下，會下。哦，唔係食。即係算係芽菜嘛？而家叫慣當中係你客家顏色嘅甜菜。甜菜係嘛㗎？甜菜，以前俺媽媽都會不同煎亂。哦。你要調麵條係嘛嘅東西？乾絲就是用豆類大豆做，它是豆腐類。這個優格係用半走啊？純鮮乳跟那個優酪乳去做一個發酵，對。好，先高麗，等一下倒上來哦，好。做得開始很可愛咧，哈，來預備起。好，幹嘛？哎，開始在煎呢，哈。嘿，有批到香米嘛？這是用乜嘅豬肉嘅鋪味啊？梅花。哦。 QQ 誒。哎，梅花，然後。哎呀，滷幾多年？2天到3天。2到3夜。對。那這個烤肉醬是怎樣特調的，還是？就是蒜頭。醬油跟酒就這樣。哇，7個調味烤肉醬哦，就這樣子。太厲害了吧！不過該比例沒動搖緊哦。哎，你們在家裡啊，這個醬汁或這個烤肉，還可以做其他料理，對不對？這個就炒飯吶。哦，筷子給我好了。所以今天是去做炒飯係嗎？嘿。好，按問一下哈，從了會煎到熟，然後等下韓國會煎一白。是。我知道為什麼乾媽都不講客家話，怎麼改？因為你們這幾個講海陸的，讓他錯亂。他吃的口水是4線口水。你們哦，哈，嘿，暗湧哦。係啦，你講西燕嘛？冇唔錯，冇唔錯。越長愛八公啊。好，我要拿起來咯。那我睇下講一下，你一套炒盤哦，有乜嘅特色啊？那特別嘅素菜哦。就是這個醬酸條誒。酸條嘅米頭。米頭。日本印度嗰個炒盤哦，可能就會加卵啊，嘛個肉絲甜甜啊，不過見到加係肉片，還有些入口嘅。對。炒卵也是另外一種。炒飯吶，這不一樣。我跟你說，這個是配牛飯。我們菜名有沒有記得啊，隊長？烤牛飯。好，等一下給我倒進來哦，注意有沒有熟哦。好。那個優格真是讓我太期待了。哎，為什麼要先給他弄衛生紙啊？我給他找水，我在這邊，他倆吹會出水。那我今天就是那個優格會搭配我們的客家超級有名的這個。破布子哈，
你还给优格，对，你给牛马，冻补诶，嘿，不值，哎，但不值不是去籽哦，不是，哎你是太懒了吗？啊，该有哪个东西？蚝油，蚝油，蚝油加在优格里面，哎，冇应该有食过吧？哈，哦，咸甜，冇甜香，油，哎，所以佢係做香嘅诶，香原本係做甜安嘅。当上嘛，给豆腐放的啊。哦，咸豆香，嗯，家里本来就这样吃吗？这个应该说我们老师的独门料理，哦，哎，信上，嗯哦，解下嘅頭乾絲全油油咧吼。嗯，嘿，我攞一些胖马哎。下香吼。哦，那等一下还要淋到蛋糕吗？淋上去吗？拌拌在一起。对对，它是哦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拌啥了？哦，我撈佢攪公啊！嘞，誒，兩位師傅我問一下哈，你哋有食過香嘅優格冇？沒有，冇。優格也沒有他没鹹的。丢，哇，哦，哦，那安是差不多了吧？系吗？差不多嘞这样就差。不多了哈。好，那冇實要過去看冷水咯。哇！哇，我的辣椒，辣椒，hann要發現嘅泡菜係已經帶來㗎啊！系啊，泡菜係自家做嘅嗎？葱花，買的，哦，較夾，1800買嘅。你都有食過黃金果嗎？黃金果有食過嗎？蜜是色那个，蜜色。他們家只有一堆黃金啦。而且還有。所以這個安攪攪吃差不多嘞。嘿，哦，你剛剛看到地北獨木蛋想是就盤呢，hắn就買個東西啊。酸條，哦，就會解下原本嘅醬汁嘿，種子，酸條，哦，hắn就葱兒係嗎？葱花豆腐嘿花，嘿，哎，辣椒的，嘿，哎呦，哎呀，粽飯嘅意思係等下會表染哦。你要蓋上去會表演嗎？對對，哇，好，那我們就來倒數嘍。好，來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去試試看那天熱管底度，哪一部開料理較針對咧？耶！其實啊，哎，最好的一關就是這一關了。因為呢，太極卡都會先拿出家裡面真正的壓箱寶來，鼓手那啲用出料理都懂。但係太極卡好好的拼送一下，先從紅隊開始一起來吃起哦。好，這乾絲龍葵優格，好了，吃吃看呢。個地北獨嘅食材全係愛冇上到嘅哦。除了清爽之外，你咪幾樓的藍鋪子了，其鼓手那個米頭鹹啲都不算乾。底度有一種米頭，可能睇起來看唔熟悉，就是龍葵葉子的味道。這道菜是老師設計出來，對不對？哎，先請玉華姐老師來分享一下，你覺得如何？料都料理，還加結合那種客家人的泡不子，都讓它時下流行的優格，薑配咩？讓你都薑配。對，還有配了是種沒錯，片孔，又有蛋白質，沒有蛋白質這樣子，而且用優格中藥這種醬料算是非常少看得到這樣子。秀蘭姐，跟老太下分享一下，你覺得吃起來感覺如何？滿意嗎？客家菜裡面很少去加一些奶油啊什麼這種優格，然後我覺得這樣的結合是一個很創新的客家料理。確實，真係客家菜較少看得到，是的，比較少吃得到創意的部分，師傅等級才會做出創意哦。OK。好，我問一下咱水哦，尤其係貴州阿姐啦，本身哦對健康飲食也很注重嘛，你起頭幾條做營養飯嘞？清爽，本來像西式，可是吃起來還有一些我們客家的一個味道在裡頭，哎，蠻棒。果然係美食家咯。嘉靖哥咧，通行啦，用一般客家人懂說講用乜個講乜個醬啊吼，今日食到了都特別冇空用啦，哎，迄今日嘅感覺係哦。那起頭兩頭菜非常便利吼，因為基本上係只無火料理。同個魚係好似都會焦焦咧，對，喺地北獨完全冇湯冇甜分，對，一般人愛食嘅抗鹼料理嘅需要，可能會感覺凍乾苦，
我俩不会嘞，很享受。没错，好，我们讲呢，三好了呢，换吃比较重口味的，有妈妈咪头呀嘅宽永番，我家的哦，吼。哎，还有泡菜，哦，还有宽永，还有炒盘，哦，俩3种全给它冻好。有冻嫩呢，卤到嘟嘟好哎。真嘅都配比某色各位好米西，玉华姐知道诶。油妹，妹跳硬，动员，真的，各种量泡菜，冬干米，冬干米。秀兰老师啊，哈，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。好的，就是觉得我要再吃一碗饭的感觉。好，真的哈，它这个炒饭啊，可以用烤肉的酱汁去炒，哎，真的很厉害。冬咪吼，对，很厉害。好。慧珠姐，你自己给自己评价。我们做的其实虽然是重口味，但是它其实再加一点青菜，其实是很爽口。那嘉靖哥呢？你取到嘞？配个泡菜，配个生菜哦，所以的口感特别好。哎，我取到记到用啥冻厉害嘅蔬菜喺度，该盘哦，唔会不用到冻憨嘛。因为今年的主角哦，还系这个排猪肉，对不对？主角的部分展现的非常好，龙柱圈冻厉害哦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呢，马上就要到诶！先来请你安妞凤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耶！好，冇关系哦，找个来看一下阿边个抢本分数。哇！跟我们想的一样，因为呢，真嘅各有千秋。不过呢，先来向齐师傅抢贡品。我冇本料片吼，但对我的想法是讲吼，几间肉有无稍微按个煎微焦，是有那个焦香味，是正常的按用体啦。啊是都口味没动吼，入都动吼，是正常的。你含白做咧煎的时阵，我刚开始的时阵要火下抬的，分去试一下，试下不去微焦，按个灌水波，哦，按时冻吼，吼，按本料片吼。咱想要去甲酱汁寿司挑到冻河，又加物个调油香油啊结合在一起更合拍，嘿，冻河做了冻河。谢谢。阿边个嘞？这两片的梅头川有国家自家的梅头啦，感觉是讲，做一行出来，我爱硬那边是做得切好台的，莫是切条，好台的，而且香油那边哦，重新是配料，因为讲爱你做。用爆的类似卷饼啊，爆的东西，因为呢，好天呢是做的类似包当馅料做的，因为讲个凉拌菜就好台的，比较大有个西洋人葱条，吃落很好有口感。梅头川以后咱稍微配落的口感啦，啊，你一片是讲个好大ชิ้嘅肉啊，盘啊，吃落梅头川跟梅冻好。故说呢，今日体育关注度两组都得到1分，不过喺讲观众朋友来吃做一发两家都有7家比咩，可能呢我来门抢高一下两家比赛长张迪高牛诶，复制出一样好吃的菜喽。不过三号人呢要来看一下，今日齐师傅带来嘛个台菜，我来老大家分享咧。夹夹出台菜，耶！哇！我刚才呢，眼角已经看到徐师傅带来的食材，当初咩冇看过诶。今日抢高一下，有咩菜苗喏嘛该？神采飞扬，神采飞扬，你表现一下。神采飞扬系啊，我呢，我等下做半口。哦，啊菜就嘛该。哦，神系嘛该，神奇的黄金果，啊菜系嘛该，彩椒，你都冇看。橘色。哦。哎呀，白色嘅我冇看过诶。咁咩色咧？我咩冇看过诶。咖啡系嘛该，咖啡，美式咖啡。我用咖啡来做菜，嘿，羊小羔羊的羊排，哦，神采飞扬嘛，哦，那这个什么粉？你系咖啡粉，咖啡粉，咖啡粉，羊排油啊，哈，所以落去腌制差不多12个小时，用咖啡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刚刚偷来的优格吧？在我们家的吗？东新鲜奶，东新鲜奶有哈，然后又要冻简单，你是按用这样水肠的进落去。进入去哈，为什么呢？对啊，要给它入味，就变成咖啡羊排。不过我问一问题哦，因为咖啡哈会腐腐的，啊浸落去唔会跟羊排是变腐的。所以我有搭配俩，到俩甜的嘛，啊俩的玉米没甜的，啊是都口感冇强个。咖啡不是苦，咖啡是人生。好，
看这个也是，俩又入喉的啦，入喉12个小时哈。哎，人家卤刚刚有变都变熊猫啊。哦。当然。我底下请陆师傅让他煎，好。哎，像个整个架不以后啊，个肉质没会变啊。肉应该还好，但最主要係佢嘅梅頭啦。哦。所以基本嘅神采飛揚外用我做埋個菜啊，羊排啊，是炒呢還是煎還是？我等下我煎過，煎好以後又要淋個醬汁淋到淡薄。啊，底下係生菜葉，生菜葉我等下會用到磨白方便去解油膩，解油膩，油膩。泰西嘎有問題冇？姐姐，唔是用油哦，煎啊？唔是。唔是哦，我本身弄到擦擦啊，用嘅。哦，擦擦。誒，未問一下盧師傅哦，像個煎羊排，因為幾下盤吼，要買技巧做咧教大家嘛。你主要一開始另外係後饅頭，係後饅頭，所以像聽到煎肉嘅啲對後饅頭下一定會樣切又上，誒，因為佢哋要水分啊，好，所以講你一定會照本下鹽，因為要油下油，其實唔會煎到擦擦嘅，係。啊，佢本身咪要油啦，可能到佢肉派咪要油啊，所以唔是用油唔怕。啊，用為啲地背肚嘅熟也很冇熟嘅，等下要用切嘅。哦，你彩椒我都要先切。愛整幾多分鐘？要差不多5-6分鐘，兩面先煎半幾後拆掉之後哦，再灌好細火，半幾甜的煎，甜熟到地背肚去。最主要係兩面先煎要拆一些佢。加肉嘅水分會掃到地背度。哦，像煎牛排係強用，差不多係用嘅。煎牛排會用得回溫。喂，係強用做得回溫，因為靜置。佢嘅水是佢嘅甜梅，佢甜梅就喺調度，你食起來好是摸個酒是啊，未摸按甜，所以我哋用大火先攞個肉質熟起來時間吼。靜置時不給回血，血就凝結以後哈，切起來就唔會流出血，一困到出血，你就會感覺會僵。哦，咁你熟起來時間哦，你嘟好是會凍醬，係咪凍好？你都有食過黃金果嗎？黃金果有食過嗎？不是色那個，不是。他們家只有一堆黃金啦，而且還有，你還有那個切開來，膠原蛋白。哦，很多膠質。對，該凍甜嘛吼，凍甜。哦，我就來切。切片就好了呀。冇，切蛋個撈幾個孔窿。哦，像你黃金果唔是先拋皮哈？唔怕，我你要條拋皮的。這個濃很好哎。這個濃皮色對冇？皮做得什麼？我就先來開始做醬汁哈。你係用架背來做嘛哈？架背係，要強壯。哦，你下個時節是會用油咧哈。哦，你要先煸玉米粒，爆燒米線落去，本佢甜味炒出來。像你爆燒米哦，用滾條是做得的嘛哈？做得，其實你做出來凍簡單啦。那玉米會跳舞哎。對吧？神采飛揚啊！神采飛揚哦。哦，你凍簡單，全部下去。哦，配顏色。哦，等下挑種嘅部分要看清楚哦。家裡有高級咖啡磨豆機的慧珠姐。哦，你們咖啡會入菜做料理嗎？唔識，從來都唔識。你下炒差唔多你話，你下動物鮮奶油下去。鮮奶油。你下咖啡粉。鮮奶油未做得熱菜哦。嘿，做得。好，你下鹽巴，簡單調一手。好，安是好。好，調啊。哦。啊，火罐頭，好，你下黃金果，下一個。為什麼管火張不用黃金？因為我有食到幾個口感，黃金果的口感。哦，不然會溶掉。摸是強熱，嘿，會摸啦哈。好，你下差唔多。哇，安台盤哦。哇。係黃金盤。黃金盤。啊，做乜嘅會切到三角形啊？我覺得它是勝利的那個 victory。差唔多。哇，安台盤哦。哇。你係黃金盤。黃金盤，秘密武器。啊，我哋做個生菜哈。
也係羅曼。其實兩頭菜咪凍好誒，從你都要改下做改。真的不用跟我們借優格嗎？地杯沒做對咯。爆粟米啊，該好該天賦誒，橄欖油，對不對？也是很健康的一頭料理。好，也係橄欖油。做乜加個橄欖油，讓它有味道。我以為是紹興酒誒。凍成冷壓的嘛哈。好，要攪攪哈，啊對了，從了羊排安時做的哈，對了擺盤。羊排一般應該講我見到幾分熟，這樣最好食啦。其實有產到7分熟是產到咧，因為你靜置一下，佢還會熟。哎，我見到全熟啊。生菜宴不用方便，你得要食做得解膩啦。哇！所以原來黃金果唔單止係水果，還做啲做菜葉蔬菜，做得。高松喺講開家都不考來練習做嘅話，我記得要先靜置，而且比精美12點鐘啊呢。好，準備啲咖啡粉點綴下就哈。哦，冇想到咖啡粉和做的安用做。這有一種就是神采飛揚、風飛沙的感覺。好，安時差唔多咯。好，嗱，有本睇下可以係神采飛揚，安用就好勢咯。耶！好啦，这次料理呢，开启个都师傅的时候，夹夹了拼上，请大家筷子就先放旁边，吃夹，拿起来大快朵颐一下哦。错，香港我用嘅神采飛揚嘅精心來食咯。哦。哇！等下觀眾朋友聽到會知道，有冇啱好嘅節目哦？你們不要轉台哦。這咖啡唔是真正凍沖誒，凍香。咖啡好入味，很適合，很適合哎。哦，咖啡師傅的黏蜜，而且呢，咖啡有一點點會蓋掉原本黑狗你養生養牛的時間，不會有嗰種養手咪啊呢。我不知道為什麼咖啡加着羊肉會有一種奶香味，因為有鮮奶油啦。啊，有鮮奶油，對哦，我想我怎麼好像喝到拿鐵的感覺。拿鐵。玉華姐，你覺得呢？你係老嘅咖啡粉，不過人家食過有些嫩香味。哦，有一些我跟我吃到一樣，對，有點奶香味吼。秀蘭老師，神采飛揚啊！神采飛揚，有講過，人家木族已經神采飛揚哎。所以老你之前做要咖啡料理，干沒有想沖啊？我試過煙燻。哦，是用煙燻的，也可以做，對。所以它在煙燻過的話，咖啡香又更濃郁一點。對，那用在我們的那個山產或者是西魚之類的都很適合。了解。咪秀蘭姐呢，佢係你桃園菜梯嘅大雅啊，加本客家人，所以呢，佢嘅料理裏都會有那種原住民的風味，又會有客家的風味。混搭。下一次換你來廚師表演一下。好。好，來問一下肥豬阿姐啦哈。食到又好食嗎？好吃，而且一般覺得是羊排應該是口味比較重，但是它完全沒有，而且有咖啡的那個清香，吃起來還蠻爽口的。因為肥豬阿姐你本身係凍後啲咖啡嘅嘢嘛，所以冇想到你哋喺做啲熱菜，味道啱好食。啊，加點過嚟。我請問再用茶米哦，茶米客家人讚。茶米要做的，沒做對。重新嘅百變料理房就係呢。既然你可以用咖啡，用咖啡，我想用茶米嚟做的啦。沒做這咯。許多師傅做到點辦？肉凍軟，種7分熟嘅啊。所以7分熟差唔多就做得。差唔多。非常好食咯，因為大白恁加杯嘅水之後，加是冇啉鐵咯，是咪丟鐵咧？你下好慳啲，原來熱菜咪做的，這樣就可以節省，對不對？阿邊個？係，其實又係梗係梅頭，佢要先煎過啦，主要係煎過12點鐘嘅時間嘅，梗係阿飛梅頭菜要熱落去，然後主要咪
会老家的容易会酵素酶会减少样诶。没错，而且因为日本蛋呢有金都咖啡提度，上面又再撒一点点的咖啡粉都蛋狗哦，真的是有非常浓郁的咖啡香，而且呢又放的一些内容，不要给用用啊，它又再更加升级了，这给泰嘎斯的全部神采飞扬。好啦，唔讲你家头前的时间一比一喽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谜馆的挑战。百变料理王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系比面西，没有比创意哦。到底爱嘴真系正经嘅百变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谁来上菜了？耶耶耶！好的，一个百宝箱农场有到亚大 V 嘅睇起来同款啊，起码嘅较想唔到嘅食材。好，莎莎打開嚟本大家看，今日嘅主題食材就係板豆腐。哇，板豆腐哦！可是板豆腐，你有冇想出乜嘅料理呢？我会想下简单的泡豆腐，原味。哦，炸豆腐啊，有个螺蟹腐椒粉啊。哦，阿邊個咧？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不過日本嘅麻婆豆腐係用乜嘅豆腐啊？春有的，但因为板豆腐那种啊，佢效果做介少。因为用咧一般的中华豆腐那种啊，你是可能会勾芡，已经莫按容易就盐味。哦。好，丁汉呢就从两组优雅嘅板豆腐了变化料理喽。到底呀个板豆腐啊，做得变出乜嘅大家想唔到嘅料理呢？先嚟問一下馮吹，請問紅隊帶來嘅料理，按到乜嘅名誒？百菇桂花釀豆腐。哇，百菇桂花釀豆腐，而且糖講桂花釀啊，咩係你秀蘭姐自家做嘅喲。哇，唔會做哦。馮吹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都厲害！來談看一下咱最後看到嘅板豆腐有乜嘅創新嘅想法，基本要做嘅菜名係乜嘅？豆腐香雞卵。哇！雖然雞蛋係雞卵甜甜，不過用板做，等下來看。好，基本要信心嗎？有。好。好了，利用組隊已經準備好勢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！哇！其實啊，我們這組真的是深藏不露，因為我們秀蘭姐呢，其實佢係開嗰種演出名，然後加傳糖誒，非常非常厲害。嗰時候佢嘅料理係有創意嘅，我一直幫我們隊伍上加分。好，來，桂花釀誒。秀蘭姐做的桂花釀，你知道有多好吃嗎？你剛剛說的過後，我已經要跟她訂了。哈，又按好學咯。非常好吃，秀蘭姐，有什麼是你不會的？盡量學習咯。你的先生是客家人哦。是的。客家男生好嗎？別的客家男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老公相當好，相當優秀。哦。哇，你知道他會收看這一集是嗎？老公，等下馬上加薪。好幸福哦！好，哎，還有準備嘅係嘛？嘅三層肉嗎？係三層肉。哦，等下按用嚟做啊？用三層肉，不要一些油出來，天天，也給一些油，天天。哇，他連油都自己標誒！厲害哦！然後就介紹嗰啲啊，桂花釀，桂花釀，自家釀嘅。嗯。這個啊，你知道嗎？秀蘭姐，讓你自己介紹，這桂花哪裡來的？是我農場自己有種。你還有農哦？對，家裡種誒，對，在復興區對。七嘎中哎，各位七嘎娘哎，所以我剛才有偷吃到一點，它可以咬到桂花的那一種花粒。哎，我先請你問一下，你要幾多錢啊？也冇賣，冇賣，他沒賣。哈，這是他市場，得要叫乾媽才有的。可以哦，我有女兒哦。哎呦，那可以有機會。好。啊，基本要做嘅白菇吼，要哪白菇啊？看一下好冇？做啲啊。東簡單呢。那大家紹介一下。美白菇，這是一般香菇。生香菇。對。如果你去家地方卡做，沒做的用一些搶出來。哦。你看去家，我比如馬家去家不用都做的。哦。天天兩款的東西。哦。這個板豆腐我們稍微給它煎一下。啊，做馬家會切到三角形啊。我覺得它是勝利的那個 victory。你們也想做神采飛揚嗎？耶，可以啊。好，我們大家上多轉來哈，加油加油！
哇，好香改卵哦。这个是烤肉酱吗？这个不是，两马改，然后猪肉，啊，这部都有马改，姜嘛，蒜头，哦，酒一点点的酒，你发现动好紧酒哈。这道菜是家里的家常菜吗？这个其实一般大家都会做的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对。哦，可是它没讲豆腐香鸡蛋吗？对对，可以说豆腐香鸡蛋。那到底是麻婆豆腐哦？一般应该麻婆豆腐用慢做啊，边个？麻婆豆腐去最主要咪一块是先白香啊，甲酱油啊先白香，啊还了调拌酱啊，了酱料啊，还有那个豆腐的盐味样的。你係用要先滷過緊嘅？哦，有用嗎？有哦。地方用它出很多呢。待会你们可以去看怎么分哈。我们不用分，我们用抢。我们去打架。你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？是100分，也係120分，也係200分。200分。你从吃豆腐卡慢，你煮菜卡多？爱煮菜，煮饭爱洗碗筷。哦，琴瑟和鸣哎。所以今天算係難得啦。豆瓣醬，因為雞就打爛，梗係辣的嚇。有點辣。因為咧那地方要變蒜絲係嗎？冇，不用放錯了。我拍到皮度嘅，我拍到一隻順順的香味樣嘅，我拍到。唔是愛用雪菜啦哈。不是。哎，我問個問題，因為麻婆豆腐冇嘛應該不用亂吧？係啊。冇。為什麼會香雞蛋呢？哦，這個是一個剩菜的概念。剩菜的概念，假如今天某吃台這道菜的話，變起了，下一菜怎麼吃呢？就用雞蛋，不給太久換新了，讓它重新變裝。哦，對，就是這種概念。你看，果然係媽媽哦，中英媽媽就愛用影相、影變法。客家嘅新票哦，都唔得浪費，即客家新票。我是成日看到窮日頭菜哦，是唔想我學的，我變化一下。應該可以再加雞蛋真的很特別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哈，兩下長到這來。哇，要飆出油誒嗎？對，把它那個油要出來。那這個肉還會留着嗎？會放在那個跟豆腐一起放哈。所以要放全部係煮油哦。嘿，哇，你豆腐煎到安好看哦，煎到就勁風那樣。哎，我這邊就是開始調味道哈。哦，你要做調味哦，加水哦，會做醬係嗎？嘿，會做醬。然後我們今天用到的是那個我們的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桂花醬哈。桂花醬。你知道桂花客家話怎麼說嗎？先生有跟你教嗎？我先生是個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。那一定要來跟我學一下，要看我們節目才對。神奇了呢。那教一下小蘭姐好咧。哎呀，桂花很多桂花。講一擺。桂花。然後我們桂花現在就要下去，我調標一些水，多加一些跳油。醬油只是要它一點點的顏色，對，跳油需要說太那個。是這樣的。它的水。很簡單，就是在地方用它出很多呢。待會你們可以去看怎麼分哈，我們會去打架。我們不用分，我們用搶。那個我們豆腐先來，讓它加跳腐去。哦。哦，有當下去，很有層次的一道料理。放落去，有幾有一些的油。那百菇的部分呢？百菇的部分我們待會就對那個最後再放，因為它很容易熟。主要是豆腐。蓋上去。好，蓋起來。好，放去翕一下啦。剛要翕幾久誒？他們都翕下做好嘞。也還有。愛先過去看爛水咯。好，稍微燜入味就可以。燜入味就好，好，加油！謝謝。哇！腐竹阿正用個山，一定好有這種志在必得的感覺呢。啊，這個家常在家裡就是這樣子處理。但是我覺得我們的也很厲害哎。對，你看他們講的種麻婆豆腐，然後變成煎軟嘞。哎，其實你們在做2道菜嗎？2道菜。哦，這個是什麼？麻婆豆腐。他們有點像烘蛋啊，用啊。是純的菜啊。隔天就按那邊
俺们做咧像个披萨一样的吼。哦，披萨概念，台湾的披萨概念。哦。所以今下惠州阿姐吼，系攞阿炳哥嘅麻婆豆腐，攞嘅披薩概念吼合起來，结合也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都没有抄袭，不过各借一点。哎，来，一点点。哦，点缀一下。对，点缀，像不像披萨？有巧。韩国赶紧会软哦，冇完全熟哦，所以等一下汉做的比较好入口，把溜的。没有，还是要让它熟。等一下藕要倒扣吗？不用，就这样。好，嘉勇，哎，你先过嚟啊，差唔多會好誒，好。哇，我嘉勇估已經飆落去誒，可以看一下嗎？坐等啦，可以啊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有看一下。哇，感覺一下它的味道，對。已經衝過嚟嘅最嘢咩？要動香，啊，更加翕加叫呢？再一下下，那我們就先來倒數嘍。2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吃看那呀最杯麵一罐，用板豆腐編出的料理，乃部卡卡讚，對不對？耶！好，板豆腐呢編發出來，而且剛有在加熱過後啊，也特別的香。先來吃吃看那風吹呢，有用呀鐵質嘅桂花釀做嘅排骨，攞點豆腐叫阿英用嘅，好來吃吃看呐。哇，桂花的那種清香哦，真嘅會不會太吃到講，是一種你忙食體驗過嘅好味道。韓國還真幾學得到個桂花嘅口感咩？不過你也知咧，當簡單的料理，你冇卡從就會煮誒。不過加啲桂花釀之後，給味道會清特別。真的會讓人很驚喜。秀蘭姐覺得呢？这桂花一直是我一直在釀的，每一年都會釀的哈。那因為去年它長得很多，所以我釀的也比較多一點。那我覺得說，在我烘焙上啊、料理上，作為一個調味是很棒的一個食材。對，真給農站掉。藍隊覺得我們紅隊做的如何呢？有學到個桂花用嘅香味嗎？有，雖然我們豆腐有點厚，不過有玉米凍後生，凍後生。哎，韓國嘅三青有沒凍後生？紅淵啦，又創意料理哦，做南莊哦，桂花風哦，做叫咩？佢嚟點面啊，真經凍後生，因為記得做產生高級嘅料理咯。咁我來食看吼，還有加上熱加自助嘅料理，來。好，來吃吃看那藍錘。炒到非常香誒，因為豆腐撈嘅軟嘅口感哦非常接近，所以其實會覺得食得到豆嘅香味，未食得到軟嘅香味。加上鹹淡度度後，不說你那種大槍色，剛才說有點披薩概念，這樣直接吃也很 OK，不是棒飯。玉華姐吃到咧？今天吃稍微麻婆豆。不應同團豆咧。很下飯。很下飯的吼。你不用那給亂之後，給亂給，會食起來個汁會變 juicy 這樣子，對不對？冬天啊。秀蘭姐覺得呢？冬後是。你覺得自己做的怎麼樣？是100分，也係120分，也係200分。200分。因為它味道夠。真的。香氣夠。其實做得到2頭出來，和家下嘅體質頭出來不用窮下，有飯配這個哦，杜河絕讚，對不對？愛食，做出還有心情。你食幾多應用辦？好食。鐵擺做好食。真經凍好食。雖然幾條用嘅東西哦，唔係講凍鐵片，不過吼，我知道吼，我都嘅自家自主了解嘛吼。最難的就是兩種嘅進行哦，就是零剩食。用福較好，趁下到一個食物吼，專做一個變法，就會把變料理網咧個概念很強壯嘅。所以我覺得這個精神很值得鼓勵，就係做媽媽強壯，係嗎？好，唔錯。好，等一下呢，馬上就會請師傅對比利用組來評分呢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誒，先來請齊師傅搶分數。有冇安用嘅？唔怕，大家都看一下阿邊個搶分數。哇！來，齊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要本紅隊啊，我想法係講，佢家桂花釀那個調油調的比例嘅醬汁度好，佢家桂花釀嘅味道又出來，甲豆腐沒有出到介地步。
哦，啊，蓝队是正常爱的想法吼，应该香煎鸡蛋，你咪做咧冰糖杯，是在冰过咯，啊，本去煎一下，是符合该主题嘞，是正常的安用因啦，两片都表现不错。哦，啊，并购嘞，两片梅头川国家自家的梅头川艺号，你是到两片用自家的咧做的咧桂花酿，还有挑到咧酱料吼，嘟好，吼两片是来讲，伊在是咧会注意个火候，可能咧冇用按管啦，都该点个乱的是咧香梅啊，然后也是有正差度样子。两片川表现到以后，我还吃到真经动向诶，除了个菜面啊、香鸡蛋啊咩，鸡蛋里挑骨头。但是呢，不管用诶，诚如嘉靖哥讲过一句话，用诶做都系你诶非足迹也嫁会做诶最后生，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，好不好？冇错。好，马上就来金行颁奖喽！耶！好啦，比赛呢虽然讲有输赢，啊，不过呢都可以打头名啦，第一名都可以当好嘅成绩。今日凤翠得到3分，蓝翠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凤翠得到3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虽然吼两百妹妹冇得到奖金哦，不过不过还好，系冇？恭喜蓝翠得到两吼，系不锈钢超厚真味锅。耶，恭喜！好，马上来想一下你的用法机哦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拜参加的心得。今日迄个第一摆来参加两款主食的节目，啊，师傅煮个咖啡羊排，那俺们有好多，好多。啊，对哦，蓝队的对手呢也有2道独门料理，那俺做里面做的偏生意。错，过来好起来吼。好，恭喜！薛兰记，秀兰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参加的心得。就是很好玩哈，这样子的一个小竞赛，是我第一次参与哈，那真的很开心，认识大家，然后老师的那个神采飞扬，超级棒，真的好想再吃，可以带回去吗？恭喜！大家咧问一下吼，因为付出阿姐哦，然后家己阿哥係天二擺來吼，天二擺係拄到張媽媽啦。天二擺雖然未冇讓啦，不過個心情可能係冇強融，然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董歡喜，天二擺來，又得到1隻鍋子，很棒的鍋子，這是符合我的期望，謝謝。因為付出阿姐第二波卡吼。没缺錢，對，不過還好。對。哦，啊，家己阿哥咧，你播個哦，清蒸豆，啊，今日學到真的很多的新的那個客家料理，啊，專業哦做阿飯啊不用哦，啊食的哦，啊學一下，哦，專業做煮飯還食。哦，好好哦，跟拿個羊排啊，來煎個茶米茶，錯，吃周坤呢，吃寬的哈，咪非常歡喜哦，做啲雜個繞場吉良沙裏度，挨到個節目，因為看到吉良沙感情當好，尤其吼，家下最妹家阿哥肯講吼，其實不管怎麼樣，都是老婆最棒。你看兩公婆感情是安樣凍石半樣，係嗎？恭喜哦！好，謝謝。唔錯，好，今日嘅這個4分的感謝，2組都帶出安占的料理。其實今天的2場比賽都沒有這麼容易，因為呢都會拿出不卡嘅笨蛋出來，家裡的味道是不能比較的，只要家人喜歡就是幸福的味道哦。所以做啲大春嘅吼，自家嘅秘密武器也係嘅家鄉味全做啲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我們操，一家之主就會帶你強下來參加，下禮拜再見嘍，拜拜。